今日我會計分我拍變身片嗰啲位置。第一，呢度我俾9.5分，因為呢度有嘢托住，同埋會好方便用。呢度我俾8.5分，因為我有時都會用，同埋後邊我會有個 pillow 可以托住我個 iPad。之後呢度我俾7.5分，因為呢個都可以擺我 iPad，同埋有個好大嘅電視機喺後面可以托住我個 iPad。之後呢度我俾3分，因為呢度我托唔到我 iPad，同埋如果我企起身我就係見到我啲衫同褲，但係見唔到我個面。